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全民大会》，我是王小基，新年快乐哦！唔知大家咧下过年时间吼，都武汉人，都大系讲嘛个语言，汉语系讲客话么？汉卡都武汉台体系老后生跳讲了个方言，其实呢，到去年年尾个时节，了个客家基本法系3经通过了个修正案哦。因为基本法系到99年通过，个时间呢系冇特别针对呢个行业来做规范。不过咧下通过个那个修正案呢，最主要吼系让呢个行业当天系做国家语言。了到底国家语言系乜个意思？佢到法制化了后呢，又有乜个规定？对咧下呢个行业创新到底系哪种个帮助？今日呢要好好来讨论呢个题目哦。为大家稍个对比，这边呢稍个系客委会文教处嘅处长孙义庆孙处长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新年快乐。这边对边呢，呢稍个系客家语言文化研究者，也系教授哦，王云达王教授好。主持人好，呢个观众朋友，大家新年好，我系王云达。欢迎，接下来对边呢稍个系混错样式嘅文化总经理，在客家电视台嘅前副推总童新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新年快乐。稍个系推动太后共强了文化事务内嘅教授蔡金良蔡教授你好。电视机挑战嘅朋友大家好，我系蔡金良。欢迎社会对边吼，你到呢强下对关系么？先来看下背嘅报道。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今日请永亨那个主委，那个。去年12月13日，合肥会主委李云德去立法院报告107年度施政计划，展开做讲法，就本人动下来。有意见啊，或许你开始的时候报告，我是希望你，当然你今天有用这个，但是我认为，这个客委会来报告，你用这个翻译机，我们也不是说反对的，但是这样变成有点奇怪。我们就好吧，就不用客语了哈。好，谢谢。就尊重委员会的决议了哈。统一台式客家话。伫国会天堂用母语来报告，在本人主导，伫件事引起一度的议论。大家在这边为了省预算，结果要忍辱到这种地步，怎么我们还会活在讲客语要被排挤的氛围里面呢？被制止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会感到非常难过，因为他们可能都不会了解，就是像我们这一代。过去经历到就是那个母语被禁止的那种痛苦，以至于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一代没有办法讲自己的主语，然后也没有办法很大声的，就是说我现在是原住民，我现在是客家人，可是因为大家都会说你不会讲自己的语言。客家基本法修正通过。抗议之锤，伫去年12月29日，客家万我母语运通行向30年的第一日。客家基本法修正案三读通过后，行业正式列作其中一个国家语言。这一次的修法固然重要，但是落实更重要。以这个客家的公共环境来讲，我们自己立法院就没有做得很好啊。我们的内政委员会客家的这个相关的发言没有办法有软硬体都准备好啊。其实我觉得法制化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至少就是说针对行政机关，或是针对就是说民间的各个团体，都有一个法律可以依循，会被鼓励，或是说会被要求。这个对于说每一个族群的发展，或是说每一个就是身为一个客家人，他对于自己族群的这种认同跟骄傲是很正向的。经过客家基本法的修法，用法律来扩天行业的 TV， 不过运用嘅演奏出友善的行业环境，怎么再个发生去年立法院的事件，确实做到行业系国家语言进入公共领域，系关键，未系考验。客语能力的分级的价值，共创主流文化社会。立法院是当天国家语言嘅机关单位哦，不过到立法院都是总得讲国家语言哦。去年每通过了个客家基本法嘅修正案哦，佢主要呢为修改嘅法案有条文啊，有21条。大家看一下，其实佢提主要修正嘅了个重点喺到哪呢？看到就系讲了个行业为
人版呢，就列做了解国家语言，为入到了解共强嘅两位，所以就係講透過客家話下係針對了解客家文化創新嘅部分去當天調温。不過呢，了解小田話係針對講了解係變做係國家語言。咁每天嘅新聞傳聞呢個順序中，到法制法規定了後，繼續馬界到行政法令行界規定做啲約束嘅咯。了客家基本法。去年吼，安尼禮拜修法，青春要做迄一件事情就講客語其真是佢係成為客家語言的一種。國家語言嘅一種啦，客語係成為國家語言的一種。所以國家語言咱咪唔喺度公共嘅場合唔喺度講客語嘅話，你係當正常嘅事情。你客家裡面唔是講哦，你客語係方言咯，朋友談唔上，你做係國家有法律吼，本大家講，你來做得。講客話，到學教度方面有補充到講，雖然唔係講喺度學習嘅話吼，唔做得用客語來做學習，所以你係你係修法吼，輕重要嘅一件事情，就係客語佢係國家語言嘅一種。到法律方面會有乜嘅要求嗎？除了呢以外吼，就係包括講法律規定會有講，雖然你到學教佢做得用客語。來使用各項要到公共嘅領域吼，政府機關嘅服務，也係全部媒體吼，應該要提供安尼客語嘅服務，你喺度客家基本法都項來當天。當然過去大家講到吼，99年通過嘅客家基本法，佢係客家嘅發展嘅當中有一部咧客家基本法。唔過咧就法律就前一個版本吼佢。較多出現原則性嘅規定，佢都甚至執行當中嘅吼部分就冇按到，所以就是你禮拜講到，就家頭都講到嘅講法律嘅部分吼，所以禮拜嘅修法就係愛本佢實際執行當中吼，佢會有相關嘅判法來規定，本體家都得有一個遵循嘅一個相關嘅判法來做。所以咧，個法吼，先係當天呢個客家語言佢個文化地位、國家地位，當然呢個法個內容會堅守堅有啦吼。解放教授，你也看到，不單講要求呢個語言完全為平等，不過實際有看到冇條樣片也強用，到立法院主會用客語來報告事情，也係本人動下來。所以其實講起來，呢項係算危險嘅吼，因為兩語言係平等，不過呢啥冇辦法好好地用呢個客語。然後咧個我哋客話變到國家語言咯，即係講全世界我哋天一隻國家，天一隻國家係個蘇里南嘅國啦。哦，呢個係它是一個南面係南面蘇里南國啦，其實已經有客話當做咧個我哋官方語言嘛。所謂官方語言等於就是出國家語言嘛。錯。好，故所講你係個生態嘅一種轉變啦嚇，其實。也係原本呢個客語語應當本身要有個尊嚴嘛。因為呢台灣語呢個語言呢，呢個環境呢，本身是有其他嘅素材是冇重要啊。你學法有客話有原住民話。呢個客家話都跳過會冇尊嚴麼？係當然是冇尊嚴，因為我哋方言啊，我哋方言嚇，我哋個民間嘅話啦，烏下度嘅話啦，唔係我哋官方嘅話，唔係政府嘅話，唔係呢個我哋國家嘅語言嘛。啊，所以。台灣初中也會講到講，你嘅國語出華語天天啊，你睇唔係咧？所謂國語出我哋國家語言，你國家語言包括到因啲客話，所以因啲客話係隻國語嘅時節咧，我哋係完全係冇強用咧。30年前吼，台灣嘅客家嘅前輩吼，大家響度介入嚟講為萬我母語啦吼，然後30年後呢，也漸漸變做係國家嘅語言，大家有兩個想法。不過呢，實際上兩個。你下個後上跳啊，吼，講客家環境，講客家氣氛，有到呢希望嘅兩種情況麼？到你下台灣人6歲以上嘅台灣人吼，到烏客吼，先生講到烏客嘅語言到底講乜嘅？其實呢個台灣有多語言，有華語，有河洛話，也有客語，也有原住民語，你下甚至有新住民嘅語言。所以呢，烏客呢嘅台灣人吼係講一種以上嘅語言，算係複合型嘅啦吼，看到。其實徛喺比例最高，83.5%都係講華語，也就係呢啲係講嘅國語吼。北京官話，客家河洛話係第2大宗，有81.5%。呢個客話真正所漲太慢吼，比起咧才6.6%。當然原住民語都客家少咧，客家除咧講呢個客家話好咧啦吼。呢客家話從徛喺咧6.6%到全台灣都使用嘅情況，看到吼，其實佢係用年紀作為一個標準。
45歲吼係一個斷層啊，用一講呢，42歲以下嘅後生人，你轉到群後生人，都會經累減少講學位、講母語，比如鄉親朋友群到，將6.6%按用拉過來群吼，會等到45歲以上到65歲，比如講你下見會嘅裏邊包含挨到橋用，還係講純有講學位嘅人啦吼，要到8.2%到10%。唔講你群到44歲以下嘅，體能少，佢嘅年紀經累經細，都經累經唔曉講學位，所以通大講，我係請問啊，從伊其實講也當後生啦。你實際觀察到吼，你下社會嘅環境，你個行業到後生人嘅交通也好啦，生活方面也好，係叫做主要嘅原因嗎？我做講，其實正係一隻反映青春要講，大家有沒有一隻共識講，共識講，講學費青春有個人要開始講學法。其實譬如講，兩三禮拜以前，做咩啲開同學會，同學咪高中嘅同學，親自講下，一開始講學。顛倒變過嚟講叫嘅，知道嘅講學法較有嘅感情，不過大家就開始講學法，就當自然大家就學法就乒乒乓乓講出來嚇。所以講就講較反映青春，應用嘅洋錯加初中嚟講，應用洋錯嘅就反映講嚇，像前年張啲我們採訪去轉啦嚇，去香港去轉嘅時間，佢通常一到呢，佢用學法去介紹洋片，佢說哇。也很同好，咁樣親下上，也談得到。其實啱啲講，其實非常嘅要客人嘛，我知道要尊重一件事情，上談咁樣談得到。我一進一步嘅上嘅問題講，呢樣嘅當次人運用在人嘅生活當中，要輕鬆嘢。所以有一個重點出來咧啦，吼，你個行業為用吼，就係講你下要講下個人事向前，你個所謂嘅行業去。至少會保留呢，你個行業去大家講學位啦吼。個現場個裏邊，你個蔡金龍蔡教授，佢大家講佢係最阿密斯個客家人啦吼。其實咱個蔡教授係都推動教書吼，佢為講下佢嘅新竹個行業，佢也會講阿密斯話。其實兩種個語言都屬係台灣個弱勢語言啦。先生，所以你都有資格來講一下。你會講了兩種個弱勢語言，不過到你下台灣個環境吼，你知道呢個行業吼，你下真正變做國家語言咯，希望好好保留下來。你自家實際嘅感受係乜嘅？就係講建議。我講吼，最重要嘅是客家語言認同啊，認同嘅問題。像我一個係我高中嘅之前哦，我每上講客家用班哦，講客當正常嘅事情，我讓我同學，讓我隔壁鄰舍全部講客下多，讓我阿公阿婆、家公家婆吼，全部講客下多。到大學是奇怪。全部河洛語啲啊！佢家到從南部上來，還會講河洛。像我有隻同學，佢是從細佢是家爸唔準佢講國語。都要求哦。係學校結果學校本限制講，你做唔得講河洛。結果佢是講會有一點嘅，你講台灣國語啊。我就落去學嘅河洛話。我想到我落平語冇強用哦，我解釋談冇河洛。我唔會講國語，我講華語啦嚇，講客，唔會講。解釋我就學解學咯。我呢20年前我到推動到都蘭，我開始學解阿密斯。我哋冇講當然上課用乜嘢，是平常嘅時間一直咁講。自然，一直會，他們久就會講嘅呀。環境嘅因素啦嗬，其實從社會裏邊喺度看到，世界裏邊。都係正客啦，嗬，完全個行業大，完全唔會講客話。不過呢，睇嚟你係到呢個社會外部嘅環境，只有呢個環境做啲本大家嘅客家意識出來，本大家成為主動嚟講客話，呢就係當重要。所以呢下呢，呢個客家基本法通過呢個課題，呢個行業係國家語言。所以第一下大家實下咧上最上嘅問題就係講到法治化了有多大運用嘅做，你哋咧群嗬，多大用嘅做嘅方式係從呢個社會裏邊講到。本大家本單圖自己家嘅行業，能擺會繼續很較自然，獨來講客話呢。來東茶上市了，東茶上市嘞！大老闆，哦，那麼去講課嘛，不要緊，哦，都可以試吃。要吹順嚟自家做唄，今後試咯。
走船的市場也係買幾係買，就算啲主動客家莊行去睇得到各種語言，一到擺攤嘅人都會講其他種嘅語言嚟同人客交備互通。看到乜嘅嘢都講乜嘅話，你看到客人都講客啊，好多人啊你講客，好多啊。有日本人來啊，做動市場哦，當到日本人來哦。一當葱，5歲咁特定啦，雪兩寸到啊，大家好嗎？自己去市場昂一陣，發現一到擺攤嘅人，或者無共用嘅人客講無共用嘅話，也咪啲主動市場賣菜買嘢30人嘅攤嘅，學校會做生意方式。如果是老一輩年紀稍微長的，我們就用客家話。平常都用國語比較多了。為什麼？這是一個習慣性吧。就叫姐姐啊，什麼阿姨呀，要買什麼菜呀，來看看啊，就說小姐而已啊。一般都是講國語，現在年輕人都聽不懂，他們是的。兩筆時候啦，5分鐘時候咧。係啊，係。好，我哋是兩打電話。好。好，當時就得咧。OK， 謝謝哈。係兩筆就上嚟啦。好。列做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其中一類嘅竹東鎮，照客委會嘅統計，有88.6%嘅民眾談嘅是客話，有65.5%嘅鄉親會講買啲嘅客話。實際去看鄉親去政工所辦公，就算民眾曉講客，你冇一天會主動講客。佢會講客是安尼對客佬去對，佢唔會講客是對經理佬去對啊。甚至會試下試，看佢會講客麼樣嘅啦，係啊。佢會對客會會，安尼是對客佬講，安尼是會哎，你家後生人還不錯，會講客，心裡會比較震撼一點。在我伯父那邊。對啊，你收到什麼單子？你要把單子帶來啊，才知道是什麼內容。唔是講沒有政工所營業本身唔係行業，為到服務去辦公嘅民眾講客嘅需求，而去學冇就去請公司來聽數。主要是國語啊，是聽 OK 啦，他們講客家話聽是可以聽。對，因為我是嫁給客家人，比較大年紀啊，我請翻譯啊，我們就有其他的客家同事。就算去討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一多人都會講客嘅客家莊，因為冇共用嘅場所限過前景。大家冇聽錯，一定愛講客，係冇寫愛講哪種話。好，安尼客人到台灣嘅統計吼，係台灣嘅第二大族群啦吼。你個全國嘅客家人口嘅比例吼，有19.3%，或有20%啦吼。所以啊，全台灣有差唔多450萬嘅客家人。不過大家還記得冇？跳下看嘅資料吼，講客嘅比例從6.6%啦吼。所以如果我有20%嘅人講客話啊，不過你還是剩到6%添。所以到底有幾多嘅客人唔曉得講客話？呢就係呢客家大家有討論嘅焦點。好，所以呢個有嘅客家基本法了後，國家語言就會有法治嘅規定，所以特別針對所謂嘅客家文化重點區，為咗好好發展。大家看到吼，全台灣呢下吼有70個鄉鎮市區，今年去年有增加一個係土壤嘅大海，呢個客家人口呢有3%客家以上嘅就運作係客家嘅重點區，所以呢會好好咧針對呢啲素材做重點關鍵的行業保留啦吼。我先有請問孫處長，你下國家語言法佢係法律嘅規定，有法律嘅依據，對呢啲客家重點區，不論講土祖廟，佢嘅行政機關也好，也係講學校啊，依然也係乜嘅機關，呢啲嘅法律有乜嘅規定，也係講要求冇？具體嘅具體嘅規定吼，扮演呢個就會有一個辦法會當出來，會有一個辦法當出來吼。人民基本來主要安尼權利，佢要求講，我用客話，我同我來提供政府嘅公共嘅服務，㗎，我用客話。所以你哋個工作，你就一定愛提供客話嘅服務嘅。比如講建中鄉長，我唔係客家人，我係河南人，我冇想按樣做，該用解釋？客家基本法都講還有一條。其實佢就係講規範到講公務人員有一定嘅比例，要通過行業認證。咩都係講好，你話提供服務嘅公務人員一定要一定嘅條件，係冇唔錯。就係我講客，安尼佢呢番都公家來辦事情呢番吼，佢會做得有安尼嘅人員佢來提供服務。所以到時候人哋吼。
你俩几行业咧，地方嘅相关单位啊，文史单位也系讲向前讲说，接送也要到重用。文化部也好，学委会也好，也会有那个规划案啊，吼计划案。其实到地方方也应该会配合，重用，比如讲会落口打出来，那地方会落口接下来啊，吼，那个甚至会落口打出去，长又好咩吼。所以係咪也会都好好规范，地方会紧紧好好的用学会。中央有按照迄种政策的个地方来做得讲啊，而无去来去好好来执行。尤其头下初中也有讲到讲，有那个法律面规定下去，你迄讲地方无去做的时间，咁你是违法吧？哦，你的地方政府基本上佢都该来实证来做了一条事情的时间呢，基本上是顺那个法律按来行嘛。鼓励係一定會鼓勵，不過你係有法律嘅，線上遲到會有罰金麼？因為講係你冇那個法制嘅時候，佢都皮皮啊，佢都冇去講真正嘅實行嘛。所以汪教授講到吼，其實了個行業吼，本來係憲法嘅意義，因為你下行業已經入到了個家父平方咧吼，會救，所以救嘅個手段到策略吼，可能係下強勢啲咧吼。其實基本你個裏邊大家做得好好分享，因為也有去採訪吼。當到了解對客家嘅議題就都有關心嘅，比如講了解大家知道了朱正義吼，佢係會外算係行業嘅代表之一啦。佢也講到吼，其實了解客會吼，唔係單單講係進行任務做修訂嘅吼，係真正落實到民間生活。又有了各式台嘅所長吼，佢係講法注重嘅觀點到，因為汪教授學強用。行業吼會鼓勵，你又係講公家機關冇講下，可能會到觸發嘅衝突。佢咧係唔係大沙文主義啊？冇佢學者認為並唔係樣。所謂嘅沙文主義啊，係講你冇講愛嘅意見，你就會受到不應當嘅處罰。不過呢，你佢哋係會做係本行業變做係體現為關心嘅事情，因為係本來你嘅意見嘛，吼。客家呢，教大家呢個客家人種，佢也講到咧，吼，其實你係從行業體重要嘅，就係你吼為本呢個所謂嘅客家重點區，就係客家族群啊，比例下個嘅位數係下有機會嘅，因為常講吼，你個行業大家三萬九有政府機關嘅錢啊，民間團體也都達標，不過就呢個意見學嘅呢個推估吼。可能40年、50年嘅行業都會換到體會消失體啦，所以同大哥，你用一想，你個行業係講真正會係按閉關嘅方向來行啦，吼。你世界你做嘅事情有意義麼？你世界做嘅事情，以前都還有乜嘅唔來？因為客家天使會嘅研究吼，佢當年其實接觸客家較多啊，你做節目啊，吼，做片啊，或者個交通事情，你想講，迄講有一個鼓勵講。做客以客家為主、客家語言為主嘅事情，做啲譬如講獎金啊，個形式較獨特嘅。譬如講用鼓勵嘅方式講，因為你做一件事情有意義，嗰時候你做得有較多嘅收入，其實用鼓勵嘅方式做啦。有誘因係咪？譬如講未來係講學教，有嘛？學教也其實少子化嘅情形，譬如講懂得學教，佢可能學生嘅就唔多。迄講佢年講啲學教地度，比如講有一隻行業變咗主要嘅學生，做得譬如講，就期望講，也今年也有啲地方去做啦，幼稚園啊，比如社會學校，南部有啲開始，因為你行年學教就開始講客話，老師啊乜嘢東西都用客家話嚟講，其實各位按你發可能，譬如講，你喺度土家嘅學教，你學費做得較大啲位。喺度老師嘅錢較多啲，用鼓勵嘅方式，佢就慢慢嚟改變一個環境。因為講知道，喺個某工地生發地做吼，嚟做一件事情要艱難。所以從財先生，比如講跳下初中就講到，你下到學教方面也係春行業。你細細時有講，像汪教授佢你下做阿公咧吼，有孫呢都唔學會講，不過佢係讀國小、讀國中、讀冇講，兩語言天天都冇得睇。有群過其他行業應該嚟得冇，其實吼政府單位去做係詳細、國小、國中各種甚至都太好，應該以挑選來講行業呢個環境去做出來。行業啊，咪是講一下法律嘅事情吼，規定也後來是最基本嘅啦，最基本嘅，你要用鼓勵嘅方式而鼓勵，用辦法從挑戰通過講嘅個事，我求嘅是夏威夷吼，夏威夷基本就是有安樣嘅事情。佢對幼稚園開始到大學
大學嘅夏威夷大學地位都幾有隻學員係原住民嘅學員，你讀地位去啊，先生嚟講下，咩講下啦，講原住民嚟嘅夏威夷原住民係，你咩夏威夷原住民你咪會學，比如講你係來呢邊研究做語言嘅，應講博士後嘅嗰種嘅研究啊，其實不語言，語言係學到嗰種嘅夏威夷嘅語言，叫簽約到嗰種嘅夏威夷嘅學校呵，要國小嘅，然後國中嘅大學，全部用嗰種夏威夷嘅原住民來教。只有鼓勵嘅方式，係鼓勵方式，係。佢到研究所未有哦，研究所咪係用夏威夷嘅語言嘅來教哦。我記得我落去哦，一講夏威夷全部講英文下多嘛，我上問事情用英文講啊。冇因為長，全部係講夏威夷，嗱一看見到嘅嗰種嘅教授啦、學生啦，老闆嘅青年啦，全部係講夏威夷。因為語言就留下來咧啊。其實吼，透過到英語獨尊嗰個時代吼，也係政策去規定限制咧語言嘅發展。你下就政策嘅幫助提升，你個語言又有機會發發。對，了解吼，按手片來做，唔啲民間係用嘅講法吼，你來看下部嘅樣片。細就冇家常講啊，係啊，阿婆講國語是煮嘅妹，係啊，從咩前才講。冇家常講，一聽我講下，嚇，是講而跟冇家常講下，聽老輩說講學咯啊，講國語做得真了，一聽我講下。哎呀，我們唔記得啦，因為我媽媽是外省人，對，我們家庭就是比較多元，有外省人、閩南人、客家3個都有，但還是講國語比較多。因為通通客家人啊，客家人愛買東西啊，講客啊，係咯，要硬用咯，摸咯，講多啱唔會講咧，買水果會啦，100人用、200人用、300人用，硬用。因為現在年輕人比較不會講，是因為平常不會用到。那我們跟年輕人講話的話，都是用國語，就不會講母語這樣子。也是真當好，變各家語言其實有隻當個嘅上進性嘅嗰種嘅體會啦。喺佢實際上做得發揮乜嘅效果，我認為單純如是講要兩隻名，我認為冇咁簡單。你也係呢發展嘅機會嚟啦，嗬。所以講實際面都係講，到武漢呢，你個45歲以下嘅後生人，冇會講，唔曉講。其實你下嚟統計係講，客人嗬，佢係主要嘅挑測嘅對象係呢客家人。客家人呢有6省客家曉得談客語，不過呢像4省客家會講客家話嗬。客家呢，呢也知道呢個5種腔調是回台拼音嘅比例嗬，係見到減少，當然長嘅尿片啊，還有早晚都係提少嘅嗬。好，我哋看到呢針對客人做嘅調查嗬，整體談客嘅年齡嗬有6省客家，大家看到呢係13年做200嘅調查啦嗬，看到99年嘅時節，怎麼一直都少賴安過？因為今年係呢個客家基本法通過，所以呢個確定嗬，政府要做政策，然後對語言係有幫助嘅。咁我就看到年紀呢有下降咯嗬，當然從202年到205年，談客語嘅能力就下降了差唔多有2.5% 多。我哋看到，會講到很艱難嘅嗬，談客有6省哦，廣四村到4省田，強用到99年以為有客家基本法，要讀個推啦，要簽要預算讀個做，所以要拉過去咧。咁個聽咧有下降咧，到呢下最先嗬，了解談客嘅做得講客話嘅客家人都減少，所以就該學者嘅調查嗬，係講政府單位係民間單位完全冇做任何嘅達標，你啊呢個行業仍然係會用1.1%按個速度為自然流失，所以到40年、50年了後，呢個行業就會斷退。汪教授啱提醒我強門啊，嗬，你下呢睇睇做得講行業，不過啲40年了後，從呢人人胖度嘅人，喺做得講行業麼？又係講從該總委員教授講到。南北嘅客家研究，實係研究唔曉講客嘅行業啦，嗬。所以你知道呢一下，還有乜嘅體重要聽從國家做起來嘅。而且咧，從對那個文化面啦，哈，對教育面啦，還有那個媒體呢方面啦，哈。
台湾你看到那个数字啊，我要谈的要讲的，差不多都有40%人都50%。应该这都来说，阿曼做得的啦。阿曼做得的。都好，都那个变唔变状来哈。咁遐一下咧，我想有按个机会，有相当按个机会，尤其那个政府的单位，那个法律，嗰下有那个法条，都个按规定的时间。我想请太个那个机会啊，做得一下就是按一下变状来。咁下嘅時間咧，就像台灣主持人講，咁像後生人咧，除非因為講用嚟講客咧，除非係親傻逼嘅事情啦，就親有私心嘅事情啦，咁講客咧變到親吵嘅事情啦，咁樣嘅啦。因為嗰個係我注重人，嗰個係我嘅母語，咁樣嘅一種刺激性啊，一下變狀嘅時間，咁之前咧，咁下咧，除非完全冇空量了。所以先生就講到吼，其實。教育啦、政策，然後一種係文化方面係講，大家對漢語嘅觀念做啲反轉，唔單淨係漢語，唔係客家人嘅語，對漢語也有冇強烈文化嘅世界，你個語言佢嘅生存嘅機會可能會下大，所以你講到後生語，後生嘅流行文化係唔係到國家政策之外，也係做啲推動語言嘅。因為今日出面台會吼，也特別準備，你下講到線上影音嘅吼，就動流行界，你按做係直播主也好啦，又係粉絲專業也好，看掠到後上跳，見到老漢語無做嘛個興，你都看下部個報道，那個樣片啊，嗰咧請大家嚟分析，嚟分享幾多個感覺。我係麥基人，我係客家人，我嘅爸爸同姐姐都係客家人。我哋六甲小弟叫，要去客家叫。爸爸講愛講嘅話，要去客家話。細嘅時嘅要問愛，愛講客家話。人家最好講嘅話變成客家話。唔愛好乜嘅話，要去客家話。做乜啦？到奇怪啊！我起嚟啦，健行掉腳，你講來話啊！你是不在台啊？我是哪边把收起的？我看是包票嘛，拜托你下，你想乜解？你幾多歲呢？你會30歲呢啊？你這車就冇搞好啦。當你看乜解細妹搞直播，要搞起啊乜個手遊啊？你做乜笑啊？你講眼路都馬啦，講自家做好呀？好，太迷你啊！做唔得關你冇，希望太過嘅。好，你又得到掠到所謂苗方佢到個授權統一吼，掠到苗方呢，佢台體係80年次以後個後上跳吼，台體30歲變了啦吼，從個兩則樣片吼，共有加10萬個這個按讚數，個粉絲吼也都19萬、20萬多啦吼，所以同大哥從伊做呢個電視劇啦吼，掠到呢個新洋藝媒體，伊都有經驗，從呢下後上跳，佢到個流行個語言、流行個氣氛吼，細個新聞，佢到即個用手機啊用翕呢放送出來，就達到個效益啦吼，可能比電視還較強，因為你係後生人群。唔啲先生，你看按樣個方式，係咪呼應到對校網教授講到，可能你個偏推承載文化嘅媒體嘅偏推做得有變化。去年全世界 YouTube 嘅播放量，全國嘅一隻樣片哦，係泰國嘅一個電視節目，佢從泰語嘅歌嘅，泰國媒體講，過去幾年全世界看 YouTube 全都係。韓國嘅大叔，江南大叔，江南 style，還有哦，也多啲下位置 YouTube 統計吼，其實千多嘅樣片吼，全是 Top 10，有啲數係拉丁的，好就講人家拉丁咪都西班牙語嘅，嗰種我想，也新嘅時代吼，大家看媒體或者看新媒體或者看串流影片、樣片嗰種東西，其實都。可能冇想到影嘅事情，對佢嚟講，上映個影像這件事情是有眾多方式嘅，冇考慮理由嚟看。嗰時候想加一種樣片吼，喺講拍嘅好嘅話吼，其實就講冇一樣嘅限制，睇下看嘅事。因為就好笑嘛，看起來又上韓巴不切，好笑，所以會接受會得啦，後生。但係今日
对来讲，其他没正统的啦，就讲其他多年运用一种方式。质疑的。我讲的话讲，语言一件事情对全世界来讲，未来慢慢都是用各种方法来做。又譬如在记者里来讲，也下泰国譬如说越南哈，佢就为做一件事情，就讲佢国家拍嘅节目影片，佢会做 subtitle， 因为 YouTube 有一只功能嘛，功能嘛哈，功能佢做在做 subtitle， 唔系各种语言就做得。佢说泰国一只唱片公司，佢挺聪明，佢做一只节目出来哈，做一只天样出来，佢全部都做有韩语、日语、英语各式各样嘅字幕就有哈。佢说你看得翻你就看得到。点多来讲，其他有国家人佢做一只东西出来，有专门的人攞佢做翻译出来就做得哈。但是未来係講客家嘅大家做願意嚟做客家嘅東西，譬如講用客家文化內容嚟做東西嘅話，其實語言嘅事情就推廣語言嘅事情，兩片就冇共用。做嘅人做得完全的做自己想做嘅事情，可能你去接廚房嘅市場唔只係客家人，你去做行家全世界都得做。喺個客家語言法通過以後，而家做得講啲動作方向方面來推廣一件事情，因為要加講咩？有一種新的一種開始。過去30年，大家共同打拼嘅做嘅按照不管係法律咧，非常講神法上嘅，非常講天師嘅傳播嘅、學教嘅嚇，都有一個開始應該做一個新嘅集團開始嘅嚇，用新嘅方法嚟做安尼。所以通台口通總經理總講到兩個重點，一個係導演，一個係應用。啊，佢跳下又要講到裝備啦，吼，甲裝備，你底下做啲接觸到呢一種新嘅流行文化，跳過安樣嘅方式，你傳安尼嘅行業麼？你自家看法樣樣嘅？誒，當然做得啦，你睇新咧，我哋應該我哋新興媒體嘛，哈，啊，像他唐先生佢講嘅咧，嘅我哋 YouTube，嗰是非常好用嘅東西，哈。啊，過來譬如講咧嘅我哋 Facebook 啊，咁樣已經千度嘅用得非常嘅快。我所啲嘢咧，台灣千度咧後生朋友啊，佢用客家咧都可以上到那個 FB 啊，上到 YouTube， 用客家寫哦，那個文字用客家寫，啊鋪嘅樣片咧嘅東西咧，就全部是客家嘅樣片。我說喺千度人看那個反應咩千度，行業係見到，後生嘅行業落來見到。全世界講英文咯，咩千度國際上啦嗬，連佢有冇講？係啊，唔過而家全世界都看韓國嘅東西，做乜嘅？看韓國戲劇，睇韓國大韓流咩？所以大家好快。做乜關係？其實睇唔識啦，非常講，佢可能好以後開始講學習韓語，學韓國話。你看而家書店全部就賣學韓語嘅。所以講客家嘅東西會包裝出去，世界嘅內容係重要。行社會難為一件事情。行銷係難為一件事情。內容啦，行真做得發展，同時。咪見到不錯，下咧東南亞千島行業咪嗬。啊，像那個 FB 啊，又係個 YouTube 啊，千島咧嘅東南亞咧就係客家嘅後生人咯，上來嘅落來啊，佢非常嘅鬧嘢咯。啊，他嘅不討論，唔該俾客話又問講嘅，台灣人又問講，非常嘅原始啊，非常嘅層次，利用了我哋新興媒體啊。網絡媒體嘅案件，大家要上得那部分，那才高效。你都教人教書呢，那個行銷也係講呢個內容文化內容嘅包裝，係唔係你要去改嘅？係，我舉個例子哦，我而家朋友我講，我到羅泰啦吼，蘇米恩啊，佢阿美族嘅吼，阿美佢嘅流行嘅歌，你睇當到歌咪唔係阿美族咩原住民啊，全部係學嘅啊，你後生一輩全部學嘅阿美社會，啊，基本上就做歌手嘅人啊，唱歌嘅人，即一間咪會比叫強逼一間會去學嗰種嘅。佢唔係講，佢最主要唔係講係推廣嘅埋阿美時代，佢最主要係做嗰歌，做嗰音樂嚇，是本當然來嚇。民生上面係啊，民生用佢當到 fans 其實可能咩行業。所以你係點到用文化嗰去寫好學語言嘅人係咁樣講嗎？內容做好，嗰個行銷用自然就會做得到。好，所以內容好，你下裏邊就講到，其實共強傳播，無論係你下心裡嘅習慣嘢嘅客家電視台，亦係你下橋嘢長心裡嘅講客，你係全國嘅廣播電台，到底嚇，你個客家文化嘅內容融入
设计入到了解节目，讲用个传送出去，系写到客家人之外，了解外埔甲后生人也有对那个客家文化有兴趣。听咧无论系像流行嘅汉昆骨啊，也系英文、日本剧，佢会听咧了解风潮类学。所以到底了下到民间啊，吼到一般人嘅社会对了下嘅客家相关嘅共享媒体传播，佢都有来到欣赏。客家民众对客家电视台嘅群发，其实吼到内在认同方面吼，有北上台体下嘅支持，也系认为讲有客家电视台动好，也做得透过了解平台来认识客家文化，学习到客家语言。不过呢，到外埔嘅认同方面吼，同台体两种上映啦吼，其中系唔系客语嘛吼，佢看到全部讲客话。佢就冇興趣，佢有中嘅，佢就冇會看。啊，聽伊種咧係像安尼同大家講，哦，呢個節目新奇，呢個節目好看，就算愛談唔是，唔過愛會有興趣看。所以呢個問題吼，愛先問請問汪教授啦。其實講教授嘅主張嘅認為講，呢個客家節目當然為全行業，仲有幾個意義，仲有幾個堅持。係啊，不過樣板嘢咯，就客家電視，你講全部講客吼，啊，因為搶啦，啊，所以搶伊那個客家節目。所以我哋嘅節目全部都當然而做得今代嘅華語啊，今代嘅英文啊，你日本話一個河洛話，梗冇問題。不過呢，以規則咧嘅節目嘅流程嘅過程，聽咗客話嚟做一則咧，除過我哋主要嘅語言。不過你電視台放送吼，全民來看嘛，係所有嘅觀眾會來看，所以假如觀眾會認為講啊，你講客話愛聽唔是，愛就要仲會冇會看。我想呢係冇問題啦，冇問題。係嗰啲人冇問題，比如講華語電視，又係講透過嘅老人家而嘅講華語嘅電視，佢咪看唔識啦。看了1-2年、2-3年，佢咪當佢都係看，佢看得懂英文咯。我嘅意思係講咧，開始嘅時間你冇講講會講佢聽唔識，你就減輕度嘅語言，其他嘅語言啊，像咧沒辦法啦，即講。也唔係講真嘅，會成年來看，而且都成年看，除了客話一講到長輩，客話講到槍，講到講動物，啊，有人嚟點多，因為成年啊。初中咧看吼，呢個客家電視台就係講所有客語嘅呢個共享傳播，到底係用個做好，當做得寫到客語，也做得寫到客語之外嘅其他族群。你按當然啦，你當然咪希望講基本外部嘅其他族群而咧做得來接觸，不過因為電視都係用看呢，所以用視目。加上嗰種翻譯嘅節目以後吼，其實大家對於看實呀節目內容啊，上應該冇乜嘅困難。就我想講吼，你唔好先做一個假設啦，講我咩客家人咯，我聽唔識客家話哦，我做愛看唔識，係因為我記一啲嘅吼客家做客家會吼，我都去年要做一出嘅嘅歌劇，攞天光，全行語。當到唔係客家人來看，點樣看到當感通呢？接受圖動過啊！係啊，我都要大視幕，所以大家可以識。你喺電視部分，所以我認為吼客家電視吼，佢作為目前唯一嘅電視媒體，獨行嘅嘅客家純客家嘅安尼電視台，佢應該要安尼接應吼，基本客家話到呢個平台獨行做得展現出來本大家都得聽一道客家話，每本想要學客家話嘅人，佢哋看客家電視劇，聽一道客家話，佢就得學客家話。嘅蔡教授從呢度推動吼，同大學嘅教人，你接觸到安度嘅學生啊，安度嘅學生啊啦吼，佢看客家電視台嘅時節，就係講看那個族群頻道嘅時節，佢都大體嘅反饋反應係乜嘅？比如講客家電視台咧討論國際政治嘅時節啦，你要強調客家嘅教授來講，繼續做咧講客做得，啊唔講講，你又強逼佢講，全部係講客，講一隻國際政治，呢種平常時種，從呢平常時當然抬槓用啊，了細就搭水鼓啊，啊平常時講，要穿插一點嘅方言，佢可能下字眼啊，要按上按嘅做得啦。啊，不過有嘅從咧講古呢一種嘅節目哦，從呢一種係動講嘅，咁客家話哦，我聽下嚟，我喺動講，我因為上學。啊，不過佢有嘅，我從分類嚟講，有嘅我種其他嘅，講客家人嘅觀點嘛，乜嘅？因為講客家人咪係客家人，咁因為客家人咩從因為用血統嘅嘛，你係用文化認同嘅啊，咪係客家人嘅觀點，你啊冇人來講嘅啊，佢唔係話講客家人係硬頸啊。
咱讲硬福还是硬强啊，连啲，系啊。像我写诗，我咩请问忙爱讲上九菜，用起啦，合批啊，好啊，买袂少会少，乜解客家人嘅观念，你下冇人在讲嘅。所以吼，你个客家作为一个语言，你个母语吼，既系一个优美个文化声音，还系讲变做一种语言完全个规定到要求，会讲客当做得穿，又变做系，其实都变到实际个生活就为咗政策为咗冇强用。啊，通台个总经理，你用个困难个按用个比例。天生节目，当年都嚟做嘛，其实量非常大。那前度按到真然客家讲嘅同好嘅各行各业嘅人来做，真然唔咁简单。这是技术面嘅问题哈。我按嚟想，一度好啦，你下大家看媒體看電視其實冇按到，你用冇用方式來接觸各種嘅社會線嘛嚇。故所以我想。對於未來客家先生講，我嚟做一件事情嘅話，其實以前都想講，本要新嘅咩客家人講，咩一個新嘅集團啦。好，因為用喺製作上面，你想清楚，大部分人做講客話嘅東西，你非常清楚，你做幾多嘅。唔過你可能有20%、15%啊，這個東西，你做得有啲彈性。這個內部做一個管理啊，嚇，我們要知道這個方法是什麼，要點我們防範係乜解嚇。佢個目的係講做得繼續穿，就繼續推廣客家多，你係積極嘅目的，可能做得為了個目的去達標。錯，因為未來某一天大家一定要看客家電視，做得好得到客家化。然後因為未來客家基本開始嘅時間，你講，比如講你去攀工，比如講你做乜事情，做得有機會講客話。慢慢，一件事情會越來越多人做，推動一件事情創業性嘅嚇。人家講行銷一件事情，做內容一件事情嚇。你做好嘅內容出來以後，即個客家人唔好講客話，或者講啲客家人唔好講冇接觸客家嘅東西，就對客家人即個有自信嘅。韓國人就係咁樣，佢看用嘅都有自信嘅，佢自然就會願意投入一件即個國家文化嘅東西。所以呢，村母語村你個客家文化咧係大家嘅強勢啦，就係講係唯一嘅目標。所以你上會清楚行業嘅法律活路啦，吼，到你下嘅新嘅階段，唔止到客委會那個國家嘅資金嘅機關來看吼，村到客家台客家人，唔好本幾40年都冇得睇咧，吼，你係又要下新嘅想法嘛。沒錯，客委會應該係屬於普惠。當中吼，青松是行業客家文化行銷嘅，咩？行銷都重要。青松是行銷嘅，因為大家普遍都行，應該種嘅客委會有一個很多全部行銷處。本大家地咧，客家係，所以你10年以來吼，我哋做嘅事情吼，行銷出去，啲集團係本客家人，大家前邊有講到有一種認同，認同客家人之外嘅。係認同以外吼，希望講每本其他出窮嘅朋友，佢做得來認識客家文化。我想咧，青松有一件事情就會講，你台灣係一個多年嘅文化一個社會，多年出窮嘅社會，所以應該係各省人對於各個出窮嘅文化語言應該做一樣認識，也係來學習。我想對客家委員會來講，係到啲客做嘅事情，行銷也係。各種法通嘅推廣吼，就係用安尼基本嘅觀點去推動。我想你包括講電視台、廣播電台。行銷係一個新階段，當重要嘅事情。介教授，你知道呢個行銷你有困難呢？所以講到行銷啊，當然伊本睇一個跟一般來本睇一個來認識嚇，講你幾隻社會啊，做得有一種各項做得了解。講這個母語啊，你係本身嚟說非常嘅基礎嘅事情。做客人本身啊，要按個想法，要按個視角嚇，講這個母語咧，非常嘅自尊、自信，個自然嘅事情。按樣嘢咧，自然啊，其他嘅族群咧，其實會欣賞到，其實會了解到，講你客人要按樣嘢嘅語言，要按個文化，要按個傳統，今後啊，做得拿嚟做參考，甚至講嚟用嚇。其實咧，青島所在兩個社會咧，青島嘅所在做得看得到，兩個。其他嘅族群啊，學習到客人呢嗰種嘅傳統嘅文化咩油啊，當到呢方面嘅東西啊，所以我意思講，你這個嘅自信，這個嘅自尊哦，攞佢嚟企出來，尤其咧客人咧同你客家啊，
但是迄种国际性的呢，全世界差不多有20多个国家有讲客的呢。报妹也请通总经理啦吼，你讲一下，其实吼，你下村客家吼，其实也是台湾提供动球的啦吼，还实际有效嘅办法，也讲还新嘅方法，也是大家可能好好想一下。那这客家现在做研究吼，非常讲也行破起吼，那就尽量有对客家的东西不用你来吼，就唔讲即唔讲客家件事，我要知道讲就係應用嘅問題啦。接下來，你想講客家應用一樣，因為對大部分人來講，除客家人嚟講。客家人當然自家啲客家，不過有啲客家人唔知自家客家。錯。還有大部分的人，佢也都唔係客家人，佢做乜要接觸人家東西。佢說，我是說未來，佢有人家政府真係想做一件事情，真係客家嘅醫生最好是乘以10倍啦。啲講要好好做行銷啊。超過一講過年。我所以講，喺個好好做嘅情況，韓國推廣韓國嘅文化人嚟做嘅。後面講，來聽數客家嘅東西推出。原住民嘅係，希望人家政府真嘅都想講，要留多年文化一件事情做到動出大嘅化。那出到後邊嘅醫生可能10批唔啲拉模唔拉，因為你各種方向都做完，做教育嘅加講嘅，唔做電視節目，你做文化，或者講，哎呀，發展出新嘅客家，因為客家過去所謂客家文化過去按多年農業社會咩？農業社會慢慢結束嘅，他嘅生活越來越好嘅。你講慢慢農村嘅就新嘅東西出現嘅，嗰客家東西慢慢地用新嘅東西你來變往強用嘅。因為香港下年啲遷到社會上面，動詞人大家冇分乜嘅客家唔客家。譬如講，唔做 financial， 唔做乜嘅 star market， 冇可能講跟客家冇關係。譬如講，能用嘅，比方說多地方客家人看得出來一件事情，反正。輕重要嘅東西，嚇！然後接下來就我行下講一擺，喺講政府真係要做一件事，真係要為客家去當到嘅醫生來推廣一個原住民嘅係。本佢當到方向做當特色，當做出好嘅東西。內容做出來，行時候天做。那像哎呀，唔是成日講40年後客家原住民嘅語言會少，文化做起來，語言當然就唔會消失啦。該是係，所以其實主要係你下做嘅事情會決定未來嘅命運啦，吼！你下所有嘅行銷也推廣，像係做表面係看得到，不過又拿淺麼？可能你係語重心長嘅總經理講嘅話啦，大家幫妹才搞笑。我想講台灣，你啊像通過講嘅吼，台灣你啊行而家新嘅時代咧啊，你多元文化講當球按球咧啊，你啊平安。並講原住民咪少講，啱嘢咪摸咧，客家話咪少講，客家語咪少講，客家話咪摸咧。所以講你講你啊行到而家新嘅時代咧，按到嘛台灣語當然嘅文化，所以講我咪鼓勵講客家語，主要講你學你自家客家話了，佢就咪學嗰啲原住民咪學，當到從馬來西亞咪強用啊，佢嗰邊客語從沙拉話嘅客語咪當到佢咪會講。一家因為最少做咧講五種嘅語言啊，唔係想講自家保護自家嘅東西就好咧，咩後面係行出去行做得，有啱嘅想法啦。深度去甲提升，用你下現推，下真緊應講接地氣啦吼，下真緊做啲接觸到社會大眾實際嘅辦法去做，你下係。根本嘅社會裏邊咧，到了解草灘會吼，你大家好好想到辦法，就係講，你個客家語言到客家文化，除咗你下有國家法制化嘅保障，到推廣之外，其實民間嘅思想吼，還有共同傳播媒體嘅各種功能，可能咧到你下新嘅時代好好嚟想辦法，要更加有創意，可能做得達到any強用嘅目標，就係行業還有文化傳下去。今日討論到先到了，非常感謝大家收看，今日再會。